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探评书。今天是2026年4月7号，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城投债。最近网上聊城投债的突然多起来了，各种热搜都有，什么68万亿城投债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聊聊城投债。城投债往往跟这个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相挂钩，有密切的关系。城投公司全称城市建设投资公司，本质上是地方政府为绕过这个地方的叫预算法限制，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而设立的投融资平台。大家知道政府借债，那政府它有一个账本，收支两条线，它有一个账本，今年预算收入多少，支出多少，那这个东西它是要形式上是有一个制约的。预算法，地方人大会议是要审议的这个账本，那账本一旦审议了，你就只能按这个来。但是因为各个地方政府预算它受各种限制，上级政府对它有要求，但是他自己的收支财政情况又是另外一个情况，所以说总是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那你这地方想过得好一点，想 GDP 多一点，想修高速，如果你全按预算法来，恐怕就比较难了。所以他们地方政府就开始各种举债，那怎么举也不能放在这个预算里面去，所以城投公司就应运而生这么个事。城投公司我说通俗一点，反正这是国企，这是大家都知道，这是政府的，他出面借钱，那人家为什么借给他？因为他背后是政府，政府叫隐性托底、隐性担保，它实际上还是政府的信誉。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开发急需资金，就是地方大开发没钱，政府既无钱又不能直接借债，于是成立全国第一家城投公司，以企业名义借钱搞基建。1993年中国第一支城投债正式发行，此后这一创新被全国复制。1994年分税制改革成为转折点，中央拿走增值税的大头，地方财政大幅收紧，但地方要干的事还多，比如说教育、医疗、基建，这也就是说收入大头拿走了，但是你支出并没有减少，而预算法严禁地方政府直接发债。无奈之下，各地纷纷成立城投公司，让其充当马甲，向银行、债券市场融资。那债主愿意敢大胆的放贷，敢借钱给他，正因为是背后存在地方政府的隐性兜底，还不上有地方政府兜。现在这个4个部门共同发文要清理地方债。2027年6月前，全国所有的城投融资平台必须实现3个清零：融资平台名单清零，政府融资职能清零，违规隐性债务清零。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债务整顿，而是一场中国金融圈近30年来最彻底的动刀，将彻底斩断地方政府与城投公司之间隐性担保关系。68万亿城投债正式进入倒计时。过去那种政府兜底、刚性兑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。表面上是技术性的退平台，实则是对地方债务体系的根本重构，它直接牵动每一个普通人的钱袋子。银行理财、信托产品、水电气公交、医院学校，甚至就业岗位，都与这68万亿债务紧紧绑在一起。实际上这个68万亿的城投债既非抽象，也并不遥远，而且已经渗透到民生、金融、就业的每一个角落。土地财政断裂，公益性资产无法变现，利息滚雪球式的积累，让无数城投平台陷入借新还旧的绝境。2024年，政府虽推出12万亿化债组合拳，但救的是系统性风险，而非高风险平台的烂账。转型阵痛已全面显现，降薪、裁员、出清、信用重定价，国际评级机构纷纷发出警告，隐性债务、流动性缺口、财政可持续性风险已成为中国当下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之一。我就在想，为什么到了2026年3月份、4月份，突然网上有大量的人开始谈城投债，就像2023年一样。这因为2023年很多人说地方债要暴雷，
这个显性的债是40万亿，其他的债预估因为这个数隐性的债谁也不知道多少，就是地方政府担保的，估算说得上百万亿。所以说那个时候都说要爆雷是吧？咱们也做过很多节目。23年城投债要爆雷，所以24年搞了个12万亿化债，也就是救急，避免地方债爆雷。我们也做过节目，也聊过，地方债越化越多。结果你看，才过1年多，26年3月份，网上又这种声音又出来了，又开始聊城投债68万亿，这不是巧合，这一定是到这个节点不行了，又过不去了这个坎儿。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68万亿所谓的这个城投债的一个全貌，也就是68万亿怎么来的。刚才说了这个城投债的历史，它的起源，它城投债怎么出来的，它要解决什么问题，怎么搞着就走偏了，收不了手了。我记得前2天咱们举了一个例子，老太爷下面很多儿子，也举了这个《红楼梦》里的宁国府、荣国府例子，实际上是一样的啊。老太爷下面只能管账本、政府预算，下面这些人他利用马甲城投公司借钱，上面不知道，这叫隐性债务。什么叫隐性？你不知道查不到。就像《红楼梦》里面的贾琏，他以贾家以宁国府这个背景，他在外面借点钱，谁还不借给他吗？外面人都知道，对吧？贾府有钱，宁国府有钱，肯定能还得起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中央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，其中近3万亿需要地方配套，地方政府无钱，只能靠城投疯狂举债。从那一年开始，有息债务从不到17万亿暴涨至30万亿，也就是2008年是鼓励地方去借钱，鼓励贾琏你就出去借去，所以那这个城投债一下就从17万就是翻倍到了30万亿，短短几年翻近1倍。此后20年，借钱修路、建新城、土地升值、卖地还债、再借新债，土地财政循环成为常态。这个我举个例子，是政府举债修地铁，那地铁一通到菜地，那菜地价格是不是涨了？政府再把这个菜地卖掉，这不钱不就来了吗？来了去还借钱修的地铁，再把赚的钱去维护地铁的运营，是不是这么一个循环？城投债规模从数百亿滚雪球般膨胀至68万亿，相当于全国人均负担4.8万元，高于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。这一模式极大加速了城镇化，拉动基建产业与 GDP， 也埋下了隐患。债务依赖隐性担保，资产多为公园、桥梁等公益性、非经营性资产，营收高度依赖政府补贴。一旦外部条件变化，循环即将断裂。也就是说，你举债修的很多东西，不光是公园、桥梁这种公益性的，你赚不到钱，你还得维护。你举债修了这东西，还有你修了高速公路、宏伟的大桥，那种贵州大山里面大桥，但是它收益忽略不计，你还得维护。你举债修了这些东西，那你拿什么还？那只能这个债越滚越大，因为你还要维护，像滚雪球一样的。截至2025年，全国城投有息债务规模高达68万亿，仅1年利息就超过3万亿，每天需要偿付82亿元的利息，远超许多城市全年财政收入。更为致命的是，城投账面资产多为无法变现的公益性资产，缺乏稳定经营性现金流。贵州增益最大城投平台增益道桥官宣155亿元银行贷款展期20年，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，相当于公开承认现在没钱，以后可能也没有钱。增益道桥，你说他借了155亿干什么？就在当地搞基建，这些基建也不能赚钱，拿什么钱还？所以只好展期20年，这20年只能还利息，本金别想要，还利息都够呛，他没有收入。县域城投处境更惨，河南登封某建投总投资218亿元，账上现金仅3655万元，却需偿还36亿元的短期债务，相当于手里36元要还3600元，
该平台已有9条被执行人信记录，7家子公司股权全部冻结。类似案例在全国层出不穷，许多平台靠借新还旧续命，现金短债比低至危险水平。那登峰的这个城投，它相当于已经破产了，政府也不给他兜底了。那你这218亿怎么还？债务结构同样脆弱，短期债务堆积，非标融资占比高，对外担保盘根错节。2021年以来，房地产3道红线如恒大、碧桂园暴雷，导致土地市场低迷。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暴跌 41%， 大量县城土地流拍，重点30城，城投拿地开工率从2021年的 49% 暴跌至2024年的 8.5%， 累计未开工地块超4200宗，建筑面积 3.6亿平方米，城投拿地占比曾高达 64%， 但大多砸在手里，无法开发变现。这个就是咱们以前房地产节目里面经常说的，你不要看很多地方现在还在卖地，卖地纯粹是刷单。什么叫刷单？就是地方政府以前从农民手里搞来的这些地，拆迁拆来的这些地，成本不高，比如说50万一亩，他挂牌卖5000万一亩，但是现在房地产这个样子卖不掉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是地方城投平台去摘牌，地方城投5000万一亩把它拿下来，押给银行，银行贷款给他2500万，一般是抵押率是 50%， 土地你5000万的地从银行能贷到2500万，一般都这样。城投平台拿到2500万，那就因为城投平台跟政府是他们是左口袋右口袋，那就是相当于政府花50万从农民身上拿来的，套了银行2500万出来了，用来是干什么？发工资，用来所谓的建设，用来还以前的贷款。政府不是城投债吗？借新还旧，就这么来的，这叫刷单。但是你刷了2年，你银行的贷款你要还，没钱还怎么办？又卖地，但实际上他这地开发商是不买的，买回去也不开发，你开发了卖给谁？现在房地产这么低迷，你开发出来，你花钱开发了，你卖不掉，但是你老是这么去拿地，最后去还银行的债，你这样也不是个事，是吧？迟早还是要暴雷。所以你看一个地方如果城投拿地比例特别高的，一般都是在刷单，都是政府去套银行的钱去发工资还债。本来是等着房地产起来，房地产一起来，那城投再把这手上的地卖给民营开发商，卖给恒大、碧桂园，卖给万科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但是现在人家真正的开发商他不拿地，开发现在卖不掉，所以到这儿就断了。所以说来说去是房地产的寒冬导致土地财政永动机断裂。就我刚才说了这么半天，实际上就是要说明城投债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就是房地产暴雷，房地产崩盘。过去20年，城投借钱搞基建，推高地价，政府卖地还债，形成闭环。政府从农民那儿把地低价收来，地铁一修到这儿，那价格不就涨了吗？涨10倍、20倍、30倍，价格一涨，只要他把这地卖掉，回来的钱再去还借钱修地铁，修地铁借的钱。2021年后，这一永动机彻底失灵，就是恒大是2021年9月一暴雷以后，这个玩法就戛然而止，链条断了。恒大、碧桂园接连暴雷，1、2线房价腰斩，土地财政断悬。云南城投2022年起剥离房地产业务，到2025年地产收入占比从 70% 降至 20%， 但负债率仍超过 80%。 中交地产、金投城开、武汉南国置业、金投发展等纷纷以1亿元转让地产资产，全面退出开发，但甩掉地产后轻资产转型什么呢？商业管理、物业杯水车薪，竞争激烈，激励机制如专业能力均难以匹敌，也就是这城投公司想转型也没戏。土地财政转型加剧现金流紧张，政府优先保民生如债务利息，对城投补贴如项目结算趋严。2025年6月起，多地城投开始断臂求生，但历史欠债如公益性资产包袱让转型举步维艰。那么城投债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？实际上城投债的危机已外延，我们牛马韭菜一个都跑不掉，都得买单。城投债绝非
只跟债券投资者有关，近40%的银行理财，60%的信托产品，底层资产为城投债。也就是你在银行，如果你一不小心买了个银行的理财，那就相当于你这个100块钱里面40块钱大概进了城投债。如果你要买信托产品，那60%有100块钱60块钱在城投债。如果城投债爆雷呢，你的钱还能拿得回来吗？底层资产啊，就是城投债啊。过去靠政府背书，市场视为准无风险，如今切割信用，违约风险拉满。2024年到2025年，近200只城投债违约，金额超800亿元，大量理财产品本金亏损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从恒大一爆雷开始，天天就念叨让你存公行，存公行，不要买任何理财产品。你买的任何理财产品，你都是在替别人接盘，击鼓传花传到你这儿，保不齐在你这儿就断了，所以只能存银行。民生服务同样受冲击，城投承担供水、供气、垃圾处理、公交、医院、学校等公共服务。我记得前2天咱们节目说了，那个环保公司应收账款全部是政府欠的，没钱给。这都是上市公司啊，人家公告出来，为什么没钱给？你看看，一环套一环的。城投债资金链紧张下，要么服务缩水，要么涨价。财政薄弱的中小城市，甚至可能出现公交停运、医院运转困难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说环保差了，环卫工人没钱发工资，公交车路线停了，或者公交车线路没那么密了，发车就没那么密，线路也疏了，也少了，医院越来越难，这都跟城投债有关系，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动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所以说，我记得上一次环保应收账款解决不了，有专家就出主意，涨价要向消费者收钱。你看看，是城投债导致的，向消费者收钱，那不咱们要承担价格越来越高了吗？所以说城投债一爆雷，咱们都得跟着后面，都要吃瓜唠。有人是直接受损，你要买了理财，你是直接受损。我们不买理财的，那是间接受损，因为你也可能电价要涨，自来水价格要涨，收的垃圾什么处理费要涨，也就是我们也要买单。那这还是只是一方面，作为消费者，从就业端来说，那就业端冲击更直接。城投及带动产业链，比如说建筑、建材、设计，承载一共是近3000万个岗位，转型缩减基建投资，必然引发裁员潮。过去城投被视为铁饭碗，稳定、福利好、年终奖高。以往城投是谁去？因为城投它也是国企，对不对？都是那些政府部门头头脑脑的，自己家的孩子、亲戚家的孩子，在政府那儿安排不下去，退而求其次，给他安排了城投。城投虽然没有这个编制，虽然不是公务员，但是人家工资高，奖金高，工作非常清闲，那都是安置自己家亲戚孩子的地方。现在一下好了，过去城投被视为铁饭碗，稳定、福利好、年终奖高。如今全国范围内降薪优化人员成为常态，3、4线及县城城投工资回归合理水平，部分地区出现工资延迟、社保缓交，也就是连社保都交不起了。中部某3线城市工程管理人员一度仅领基本工资，发达省份城投员工工资普遍降 20%， 年终奖与效益挂钩。西安西咸新区建设集团这个总资产超400亿，春节前后启动人员优化，清退非正式员工，压缩在编岗位。城投人自述触目惊心，一位从业20年的城投老周感慨，以前比考编还香，现在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。咨询师老杨每天接到降薪咨询，只能劝行业转型必经之路，保持平常心。以前靠土地财政和政府信用，现在必须市场化造血，也就是城投平台好日子戛然而止。30年河东30年河西吧，毕竟在城投平台，如果你干的时间够长，也是日子的，享受过好日子。那现在日子差一点也是正常。转型困境，城投平台转型哪那么容易？基本上就是耽误时间，因为城投平台它本身就不是市场化的，它政府的这个钱袋子，靠着政府干活的，
你把它推向市场，那就相当于把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往大海里一扔，说你边学边游，十有八九会被淹死，是一个道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淹不死的那是少数，把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从船上往水里一扔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就是所谓的城投转型。现实中转型面临两难，城投人自诩一边被要求市场化，一边不断抽血，一是给财政兜底，盘活26亿元三资后，财政直接统筹用入刚性支出，转型种子钱被抽走；二是给兄弟平台兜底，为烂尾楼提供8亿元无反担保，最终被连带起诉，账户冻结。新能源产业园资金泡汤，这些案例说白了都是这个它市场化之后它不适应市场，很快就败家败完了。仅有点启动资金或者是叫灵活资金，1年2年就败完了。以前败不要紧，因为后面有靠山是政府，现在你把它推向市场化，政府不管，它1年就败掉了，就像极了《红楼梦》里面的宁国府、荣国府。有的城投它是因为一个县呢，它有好几个城投平台，你把几个城投平台合并，把核心业务保留，还有点现金流的，1年还能收点钱的那种业务给保留了，把那些不能赚钱的，那些还往里垫钱的，给它市场化，给它推出去，要么破产，要么反正剥离，把好的留下来，装到一个平台里面去，保这个平台，那这个平台还能过有个2年日子好过。那其他的平台装了垃圾资产的，那就混个2年就破产呗，就这么干。你指望他自己造血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就不会游泳，你非要逼他去海里游。国际机构对咱们的城投债也有评论，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。国际评级机构对城投债危机高度关注，普遍认为隐性债务是金融稳定的最大威胁，因为它是个黑洞，你不知道有多少。惠誉评级指出，10万亿元债务置换计划使城投债务增速降至历史最低，但分配不均衡，10个最小省份获更大支持，而江苏、浙江、四川、山东、广东5大省份持全国53%债务，仅获8%置换额度，也就是10万亿花债资金分配不均。这个老太爷就是这个态度，自己8个儿子，能力大的儿子得少给他点钱，你自己多挣。那个好吃懒做的家产很快败光的那个小儿子，反而给他多给点，因为他没能力，你不能看他饿死啊，是不是这个逻辑？反而多给点花债资金，这就是封建大家长嘛。这样的那个能干的儿子，他觉得亏，我还不如躺平摆烂。你干的越多，你得到的就少，扶持就少。2025年城投境外债券净流出210亿元，为2019年以来首次。惠誉对中国城投企业信用前景展望中性，流动性因化债改善，但债务负担仍高，独立偿债能力偏弱，需再融资或政府支持，若再度违约，可能引发更广信用利差冲击。惠誉下调中国主权评级至 A， 部分因地方政府债务快速上升，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快速上升，导致惠誉给咱们的主权评级的下调了。标普全球评级报告中直言，削减债务或许比赚钱容易。高风险区域严格控债，江苏、浙江等经济强省虽债务增长放缓，但现金利息覆盖率显著恶化，超半数平台利息需靠融资覆盖。也就是连还利息都要融资啊，融资用来还利息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到2026年报告多次警告，城投债务是严重金融稳定风险，近1/3的城投债务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，依赖持续再融资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通过破产框架重组不可持续债务，同时升级财政框架，防止新债务累积。即使 5% 小规模违约，也相当于银行不良贷款增加 75%。 大西洋理事会评论称，这个债务重组仅覆盖隐性债务 25%， 拖欠承包商如公务员款项达10万亿。他这个说的是地方政府在面对城投债只能延期，他叫装死，就是往后拖，
能重组的只占25%。地方政府欠承包商与公务员10万亿，这个压力有多大呀？穆迪评级对中国金融机构2025年展望为负面，核心驱动因素包括经济增长放缓、房地产遗留问题与城投债的压力。这些国际声音共同指向信用重定价、隐性担保终结后，政府结构性财政风险忧层，需警惕系统性溢出。总之，关于城投债的问题，我们第一能做的就是作为韭菜和牛马，那是坚决不碰，拒绝任何形式的理财产品，对吧？我只接受存款，因为你一旦买任何理财产品，不管它现在收益是多少，你不知道它底层资产是什么。如果底层资产刚才说了60%、40%，那都是城投债。那城投债一爆雷，你买的哪个地方的城投债谁知道？一爆雷就完了。现在很有可能要破产出清。第二个，作为牛马韭菜，你在城投公司或者在城投公司上下游，恐怕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要重新找工作。第三个，城投债只会越画越多，是不可能越来越少的。如果城投债越来越少，你还有办法解决，那它就不至于把它剥离。大家一定要记住了，这个就叫反人性的，或者我们叫逆向思维。但凡城投债能解决，轻易就能化解，你说他为什么要剥离？没必要剥离，这是地方政府这么好的一个工具，剥离就是因为它解决不了了。推向市场，谁让你们相信政府什么刚兑，什么政府背书？政府并没有签什么担保协议，都没有签荣国府并没有委托给贾琏一个什么东西手续，说你出去借钱还不了我来还，没有。那贾琏出去借钱，你借给他，那是你自己倒霉，这叫市场化。刚才说了，为什么解决不了？是因为大量的债借了之后，这个债钱借来之后，首先一部分就流掉了，跑冒滴漏。我假设1个亿，这1个亿里面有可能是1000万或者2000万就没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，跑冒滴漏。又有2000万扔到一个你公园里面修一个小广场，仿生椰子树去了，那2000万就花掉了，那他有没有收益？你剩下的还有5000万，你去干了一个什么，修了一个高速公路，这条高速公路有可能有钱赚，那就靠收过路费。如果路过的车多，他能赚点钱，但是路过的车少，他赚的钱不够，他维护那个道路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这1个亿要还，好，你说1个亿我先不还，那利息总能还吧？一年利息1000万，或者是600万，你得还吧？没钱还，从哪儿找钱还？唯一一条高速公路能赚钱，那个钱仅仅能够维持高速公路的运转。那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说，6000万他本金不还，你也得想办法找6000万来还每年的利息。在这个同时，政府地方债是不是又在增加呀？他今年又借3个亿，这3个亿里面6000万不知道去哪儿了，跑冒滴漏了。又有个1个亿，又修老干部疗养中心，又不能产生收入，搭钱维护，完了再1个亿去修了宏伟的在山里面的大桥，那它不就这么回事吗？那是你说这个债是不是越滚越多，滚到利息都还不起？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已经踩了刹车啊，上面政府给下面政府踩刹车，什么地铁不能修，高铁不能修，城轨不能修，楼堂会所一律不能修，那没办法，你再不刹车，反正下面人他是玩命修，因为他修这个才有钱。刚才说了吗？1个亿里面2000万不知道去哪儿了，那如果你没有这1个亿，他就没有那2000万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只有借了这1个亿的债，他们才能赚那2000万，那2000万才能去花，变成私人财产。所以说地方画债它只会越画越多，是花不了了才4个部门一刀切，政府就甩包袱了。那68万亿谁来买单呢？最终有买单的人，68万亿这回好了，是40个恒大。当然这个他会叫什么？以时间换空间，慢慢炸。长远看，退平台打破旧规则，让城投回归市场化本质，利国利民。它将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化，减少资源错配，提升普通人钱包安全性。但短期阵痛不可避免，人员优化、薪酬调整、区域分化加剧。城投从业者需主动求变。城投时代落幕并非终点，而是高质量发展的起点。68万亿债务大盘，人均反正是4万多，全体中国人每人背了4万多的债。
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